你身入面嘅器官其實每日都喺度替你承受緊你食落肚嘅每一口嘢。你到想下，點解有啲人去到70、80歲依然手腳靈活、精神奕奕，仲可以同屋企人周圍去旅行？但有啲人呢，明明先啱啱過咗50歲，就開始天天同啲藥樽藥罐打交道，行多2層樓梯都喘晒氣，甚至連照顧自己都變成一種奢望。其實成90%嘅人都跌入咗一個極之可怕嘅認知誤區。我哋好自然咁覺得年紀大咗嘛，身體機能衰退係無可避免嘅宿命。我哋將所有嘢都歸咎於老咗咯，歸咎於基因唔好，甚至歸咎於自己命水唔好。但今日我好想好坦白咁拆穿呢個蒙蔽咗無數人嘅假象。如果你依家正拎住部手機，每日都覺得攰到死下，睡眠質素呈斷崖式下降，腰圍越嚟越高，體檢報告上面嘅紅字同箭嘴越嚟越多，咁你今日一定要睇完呢條片。接落嚟嘅內容唔單止會徹底顛覆你對飲食同健康嘅底層認知，更加有可能喺未來某一天成為你同你屋企人延緩衰老、守住生命活力最重要嘅關鍵。呢度絕對唔係同你販賣焦慮，而係一場關乎你未來幾十年生活質素嘅認知覺醒。我哋將時間撥返去幾十年前，聽一個極之有啟發性嘅真實故事。當年有一位65歲嘅老婆婆，晚年身體有好多項健康指標亮起紅燈，體能大幅衰退，連日常行動都大受影響。當時個醫生好直接咁講，想改善嘅話，只可以靠長期調理，好難喺短時間內恢復。照常理嚟講，晚年身體衰退到呢個地步，幾乎係逆轉唔到嘅。但奇蹟偏偏就喺呢度出現。喺老婆婆堅持調整每日飲食，長期食天然健康食材之後，佢嘅體能竟然逐步好轉。靠住健康嘅飲食習慣同規律作息，佢安安穩穩、舒舒服服咁活到96歲高齡，最後喺睡夢中好安詳咁走。佢仲親眼睇住自己個孫仔長大成人，享盡天倫之樂。而呢個孫仔就是後來喺全球健康領域極具權威嘅營養專家 Dr. Michael Greger。正係因為親眼見到外婆靠飲食調理，竟然可以換返個咁健康嘅晚年。Dr. Michael Greger 毅然踏上了探索食物同人體機能、養護奧秘嘅醫學道路。佢翻閱咗成千上萬份前沿嘅營養學文獻，最後將所有研究嘅精華濃縮成一本風靡全球嘅經典著作《救命食譜》。請注意，呢本絕對唔係教你點樣煮兩味嘅普通食譜，而係一套經過無數科學數據驗證嘅人體日常營養養護指南。Dr. Michael Greger 喺書中提出咗一個極之震撼，甚至令到好多人驚醒嘅核心觀點：我哋嘅基因只不過係幫把槍上咗膛，而真正扣動扳機、掌控健康走向嘅係我哋每日嘅生活方式。尤其是我哋一日三餐食落肚嘅食物，飲食結構喺很大程度上直接決定咗你晚年嘅生命質素。好多人天天花大錢買貴價護膚品，辦幾千蚊嘅健身會籍，甚至去追求各種高端嘅保健手段，但偏偏忽略咗最基礎、最核心，亦係最長遠嘅一環，就是你個餐碟。你每日食落肚嘅食物，唔係喺度幫你身體嘅防禦系統添磚加瓦，就係喺度消耗緊你健康嘅根基，慢慢拖垮你嘅身體，完全冇中間地帶。Dr. Michael Greger 發現，現代人嘅飲食結構已經出現咗嚴重嘅偏差。我哋食落肚嘅有太多都係經過深度加工，流失咗天然營養嘅工業化食品。嗰啲包裝精美、保存期長到驚人嘅加工零食，本質上大部分都係高糖、高油嘅複合調配食品。佢哋根本無法為你嘅細胞提供充足嘅天然營養，長期過量食用只會加重身體嘅代謝負擔，令內臟器官長期處於超負荷運作狀態。長此以往，你嘅身體就好似一部長期缺乏保養，但每日都要喺高速公路上狂飆嘅舊車，損耗加劇只係遲早嘅問題。咁到底科學養護嘅破局之道究竟喺哪裡？ Dr. Michael Greger 給出嘅終極答案係6個字：全食物。植物性飲食，聽落係咪覺得平平無奇？唔使急，呢個正就係底層邏輯嘅魅力所在。所謂全食物，就係指嗰啲保留咗天然形態、冇經過精細深加工嘅食物。唔好過度依賴提純咗嘅營養補充品，而係要優先食完整嘅天然食物本身。你要食嘅係蘋果，而唔係飲嗰啲去掉晒膳食纖維，只剩下濃縮糖分嘅蘋果汁。你要食嘅係糙米同燕麥，而唔係嗰啲被剝走營養外皮，只剩下純粹熱量嘅白米白麵。為了令到普通人可以將呢個科學理念完美落實到每日生活入面， Dr. Michael Greger 細心咁總結出一套每日飲食12清單。呢個唔單止係一張表格，而係你每日幫身體補充天然營養嘅實用打卡指南。接落嚟，我會同你逐一拆解呢12個黃金密碼。
呢個將會係你之後每日去超級市場入貨、去街市買菜嘅最高行動指南。第一大類，被無數人嚴重低估嘅營養好物，豆類。你可能唔知道喺全球咁多個長壽村落入面，無論當地人嘅飲食習慣有幾咁不同，唯一高度重合嘅飲食特質就係長年適量攝取豆類。黃豆、黑豆、紅豆、鷹嘴豆、小扁豆，佢哋簡直就係大自然賜俾人類嘅天然營養寶庫。豆類唔單止含有豐富嘅優質植物蛋白，更關鍵嘅係佢哋係膳食纖維嘅優質來源。現代人點解經常覺得腸胃唔舒服、排便唔暢順，就係因為膳食纖維食得太少。豆類入面嘅纖維可以為腸道益菌提供充足嘅養分，當呢啲益菌維持穩定嘅活性，就會幫助生成短鏈脂肪酸。呢種物質係守護腸道屏障健康嘅重要支撐，可以穩步提升身體嘅基礎防護能力。Dr. Michael Greger 建議每日要堅持食3份豆類。你可以將鷹嘴豆泥搽喺全麥麵包上面，可以飲一碗熱辣辣嘅黑豆湯，甚至可以在沙律入面撒一把煮熟嘅紅豆。第二大類，幫我哋抗氧化、延緩衰老嘅優質果實，莓果、藍莓、黑莓、草莓、樹莓呢啲顏色鮮豔嘅小果子，絕對係天然水果入面嘅優選。點解？因為佢哋含有豐富而且強效嘅抗氧化物質。花青素，你可以將你嘅身體想象成一個巨大嘅鋼鐵工廠，日常呼吸同代謝都會產生名為自由基嘅老化因子，佢哋就像工廠入面四散嘅細碎火星，長期積聚會加速細胞老化受損。而莓果入面嘅花青素就是天然嘅滅火隊，可以幫助身體清理多餘嘅自由基，減少細胞老化受損。每日半杯新鮮或者冷凍嘅莓果，就係俾自己日常健康最好嘅養護投入。第三大類，莓果之外嘅其他水果，好多人現在一聽到糖呢個字就聞風喪膽，連水果都唔敢食，呢個簡直係因噎廢食。天然水果入面嘅果糖同奶茶入面人工添加嘅糖漿係天差地別。水果喺提供天然糖分嘅同時，仲自帶大量嘅維他命、礦物質、水分同膳食纖維。呢啲纖維就像細小嘅緩衝層，可以減慢糖分進入血液嘅速度，令身體嘅能量供應平穩又持久。蘋果、香蕉、火龍果，健康人群每日食3份其他水果，令身體每日都可以吸收到大自然嘅天然滋養。第四大類，蔬菜入面嘅營養尖子，十字花科蔬菜、西蘭花、椰菜、羽衣甘藍、小白菜、蘿蔔。如果只可以選擇一種蔬菜，深耕日常養生，咁一定係十字花科。佢哋含有獨特嘅天然活性營養成分。當你咀嚼西蘭花嗰陣，植物細胞破裂，釋放出來嘅活性物質可以幫助肝臟代謝排毒，幫身體做好日常嘅清潔養護。記住一個小貼士，呢類活性營養好怕高溫煮太久，建議將西蘭花切碎，短時間靜置一下，入味之後再快手烹調，咁樣就可以最大程度保留營養。每日1份十字花科蔬菜，築牢身體嘅日常防護根基。第5大類，補充天然營養嘅深綠色葉菜、菠菜、通菜、芥蘭、油麥菜。Dr. Michael Greger 特別推崇綠葉菜，因為佢哋係地球上營養密度極高嘅食物，熱量極低，但維他命 K、葉酸、鈣、鐵等微量元素含量非常豐富。好多人覺得綠葉菜口感清淡，淡而無味，其實你可以切碎混入湯入面，或者同水果打成精力湯飲用。每日2份深綠葉菜，守護血管彈性，維持身體活力。第6大類，兼顧全面營養嘅彩色蔬菜，紅蘿蔔嘅橙、番茄嘅紅、洋蔥嘅紫、蘑菇嘅白。大自然將唔同嘅營養藏喺唔同顏色嘅食材入面，呢個就係我哋推崇彩虹飲食法嘅原因。每日食唔同顏色嘅蔬菜，全方位補充身體所需嘅營養，尤其是蘑菇含有的特殊氨基酸，可以為細胞提供溫和嘅養護。每日2份其他蔬菜，令你嘅餐碟變成兼顧營養同賣相嘅完美配搭。第7大類，低調但實用嘅營養好物，亞麻籽。你平時可能很少留意佢，但 Dr. Michael Greger 將佢單獨歸為一類，已經足以反映佢嘅營養價值。亞麻籽係植物 Omega-3 脂肪酸嘅優質來源。Omega-3 係守護大腦同神經系統嘅重要營養，可以幫助舒緩身體嘅慢性輕微炎症。除此之外，亞麻籽富含木酚素，對調節身體狀態非常有幫助。每日1湯匙磨碎咗嘅亞麻籽，切記一定要磨碎先食，成粒係好難被人體吸收嘅。撒喺燕麥粥入面，或者拌喺乳酪入面，簡單配搭，營養加倍。第8大類，補充優質脂肪嘅寶庫，堅果同種子，核桃、杏仁、南瓜子、
奇亞籽。好多人怕肥唔敢食堅果，呢個係一個好大嘅誤區。堅果入面嘅脂肪係對身體有益嘅優質不飽和脂肪。多項研究顯示，每日適量食堅果嘅人唔單止冇咁容易肥，身體各項基礎指標反而更健康。核桃嘅營養好貼合腦部需要，係日常保養嘅天然食材。每日1/4杯堅果種子當做下午茶小食，解口嘅之餘又可以增強飽腹感。第9大類，兼具風味同營養嘅天然香料。好多人以為香料只是用嚟調味，咁你就大錯特錯啦。香料其實全部都係濃縮咗嘅天然抗氧化精華。喺眾多香料入面 ，Dr. Sun、Michael Greger 最推薦薑黃。薑黃入面嘅薑黃素係天然優質嘅養護成分，可以深入細胞層面調節身體代謝，配搭少量黑胡椒一起食用，可以更好咁吸收營養。每日1/4茶匙薑黃，配搭肉桂、孜然、大蒜粉等等香料，既可以豐富菜式口感，又可以令每一口飯都兼顧養生。第10大類，穩住身體能量嘅全穀物，燕麥、糙米、藜麥、蕎麥，建議慢慢將家中的白米白麵換走。白米白麵喺加工過程中流失咗麩皮同胚芽嘅天然營養，只剩下純粹嘅澱粉。食完之後，血糖好容易快速波動，令人昏昏欲睡，又容易肚餓。而全穀物保留咗完整嘅營養，消化速度較平穩，可以持續為身體輸送穩定嘅能量。每日3份全穀物，告別能量忽高忽低，經常保持充沛精力。第11大類，維繫身體運作嘅水同健康飲品。人體大約70%左右都係水分，水係身體所有代謝反應嘅基礎。唔好等到口渴先至去飲水，嗰陣時身體其實已經處於缺水狀態。除了白開水之外 ，Dr. Michael Greger 特別推薦綠茶同洛神花茶。綠茶富含茶多酚，洛神花茶嘅抗氧化能力非常突出。每日飲足夠嘅白開水或者無糖健康茶飲，保持身體代謝順暢。第12大類，放大飲食養護效果嘅關鍵，運動。健康嘅食材可以為身體提供優質營養，但如果長期久坐不動，營養好難輸送到身體各處。每日堅持40分鐘中等強度嘅運動，例如快步行、踩單車或者20分鐘高強度運動。運動唔單止可以強健筋骨，仲可以加快血液循環，令天然食材嘅營養可以更精準咁滋養身體嘅每一個細胞。聽完每日12清單，你可能會覺得天呀，種類咁多，我根本好難全部做到腦。唔使慌，接落嚟我會分享一啲實用落地嘅方法，調整飲食習慣，最忌一時衝動同埋極端節食。千萬唔好今日仲食緊炸雞漢堡，明日就強行每一餐都食水煮青菜，咁樣根本堅持唔到，最後只會跌入報復性暴飲暴食嘅惡性循環。Dr. Michael Greger 喺書中提出了好實用嘅紅綠燈飲食法則，將食物分成綠燈、黃燈同紅燈3類。綠燈食物就是我哋剛才拆解過嘅天然全穀物、蔬果、豆類呢啲天然原生植物食材，可以放心喺日常多食，打穩健康根基。黃燈食物係輕度加工嘅植物食材或者天然肉類、蛋、奶，可以適量食用，唔使完全戒口。紅燈食物就係深度加工嘅零食、高糖、高油嘅垃圾食品，盡量少食，慢慢減少攝取。實際操作，你只要記住4個字：多做加法，少做減法。即係咩意思？唔使一開始就逼自己戒口，過度壓抑只會令自己更抗拒，倒不如專心每日多加些優質食材，例如早餐習慣食白粥，唔使立即戒掉，你可以加一把燕麥、一匙亞麻籽，再配半個蘋果，既保留原有飲食習慣，又悄悄加入咗全穀物同優質營養。中午叫外賣，以前只食重油重鹽嘅碟頭飯，現在額外加一份清炒西蘭花，再備少少車厘茄做加餐。夜晚煮飯時，捉一把雜糧豆類一起煮，炒菜少放鹽，多用薑黃、黑胡椒調味。呢啲微小嘅日常改變，只要長期堅持，就會喺身體入面產生可觀嘅複利效應。當你每日主動食夠高纖維、飽腹感強嘅天然食材，胃部空間有限，自然就冇多餘嘅胃口想食垃圾食品。呢個就係用好食材取代劣質飲食嘅底層邏輯。各位朋友，我哋身處喺科技發達、生活便利嘅年代，但同時又面對緊普遍嘅亞健康問題。我哋花大量精力追求物質財富，享受外在生活，卻往往忽略咗最珍貴嘅本錢身體，任由身體被加工食品、不良作息慢慢消耗。如果一直放任不理，後果唔會係突然病倒，而係好似溫水煮蛙咁慢慢透支，精力越來越差，熬夜很久都回唔到氣，情緒容易焦慮、暴躁，皮膚暗啞、衰老、失去活力，等到最後只能拿出半身積蓄。
換嚟病床上嘅勉強維持，呢個難道就係我哋想要嘅晚年咩？救命食譜同埋 Dr. Michael Greger 嘅不懈研究，揀喺呢個時候出現，係喺為所有人敲響警鐘。健康從來都唔可以靠外物寄託，貴價保養品、偏方神藥都比唔上身體本身自帶嘅自癒養護能力。而激活呢份能力嘅關鍵，就係為身體補充天然優質嘅食材。最好的營養唔喺高端實驗室，唔喺奢侈品專櫃，而係喺日常嘅街市，喺五顏六色嘅蔬果入面，喺樸實無華嘅五穀雜糧入面。每一次咀嚼，每一次進食，你都係喺為自己未來嘅健康投票。你手上的餐具既可以慢慢消耗你嘅身體，亦都可以幫你留住長久嘅活力。由今日開始，由下一餐開始，將天然食材放入你嘅餐碟，感受鮮果嘅清甜，感受雜糧粥嘅溫潤養胃，欣賞多彩食材配搭出來嘅健康煙火氣。堅持全食物、植物性飲食，將每日12清單融入日常，你會發現改變嘅唔單止係體重同體檢，報告你嘅頭腦會越來越清醒，睡眠會安穩深沉，皮膚會透出由內而外嘅健康光澤，重新找回對身體嘅掌控感，重拾深深嘅生命力。呢個就係救命食譜傳遞出來嘅核心智慧。健康從來唔係天生好運，亦都唔係基因嘅饋贈，而是日復一日餐桌上的正確選擇。唔好等到身體發出嚴重警號，先想起要養護健康。由呢一刻開始，檢視你嘅餐碟，調整飲食。種一棵樹最好的時間係10年前，其次就係現在。你嘅身體值得用天然優質嘅食材溫柔對待。讓我們靠科學飲食守住年輕狀態，擁抱健康長久嘅未來。